禍國殃民。張德江喺北京接見幫港出聲代表團，話唔好以為而家只有極少數人宣揚港獨就輕視，否則倒霉嘅係港人。律政司通知法院將會入稟司法覆核劉小麗嘅宣誓。訪京嘅曾俊華話：係咪參選特首唔係個人問題，要考慮香港整體利益。又話琴日同黃光亞會面，冇談及特首選舉。各位，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接見訪京嘅幫港出聲代表團。嗱，張德江就主動講到港獨，批評港獨禍國殃民，唔能夠以為少數人講就冇所謂，必須要認清港獨嘅本質，旗幟鮮明同港獨鬥爭。由羅錦平喺北京報導。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喺人民大會堂接見由周融率領嘅幫港出聲訪京團。與會嘅仲有港澳辦主任黃光亞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謝謝大家，太好了。張德江主動談到港獨，批評港獨禍國殃民，必須旗幟鮮明同港獨鬥爭。因為港獨禍國殃民，不要以為現在是極少數人在宣揚港獨無所謂，不能輕視，不能視而不見，不能仰擁一患，必須旗幟鮮明地與之鬥爭。否則，如果他們泛濫起來，首先吃虧的、首先倒霉的是香港同胞。張德江強調，以習近平為核心嘅黨中央高度重視港澳工作。早前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第104條，反映中央反對港獨嘅立場，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同安全。就充分地表明了中央政府維護一國兩制的堅定決心，反對港獨的堅定立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與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香港的各個方面呢，應該認真地遵守，並且要貫徹落實。張德江又讚揚幫港出聲，匯聚民意，凝聚民心，令到沉默嘅大多數喺大是大非嘅問題上發聲，充分肯定佢哋嘅工作，並且鼓勵佢哋再接再厲。今次人大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之後，首次有中央領導人會見香港嘅代表。張德江喺會上話：對香港嘅一國兩制同埋香港發展仍然有信心。Now TV 記者羅錦平喺北京報導。張德江同幫港出聲會面2個鐘頭。會後，幫港出聲嘅召集人周融引述張德江話：雖然一小撮人提倡港獨，但唔影響中央對香港嘅支持同埋對市民嘅信任。佢亦都叫大家咧非常要正確咧睇香港目前嘅問題，要充分估計問題嘅複雜性同埋解決問題嘅艱巨性。另一方面咧，佢亦都話佢睇到咧。香港有好多積極嘅因素同埋有利嘅條件嘅，咁亦都對未來香港呢係有好大嘅信心。中央對香港同胞有信心。律政司通知法院將會就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宣誓入稟司法覆核。律政司話劉小麗未有效宣誓，亦都質疑立法會主席容許佢再宣誓嘅決定，會喺今個星期尾或者下個星期初正式入稟。吳淑珊報導。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喺10月12號宣誓就職嘅時候，以極慢速度讀出誓詞。其後喺社交網站話自己嘅誓詞係毫無連貫性嘅句子，一切意義由觀眾自行判。律政司星期一代表政府去信通知高等法院，將會就劉小麗嘅立法會宣誓入稟司法覆核。
律政司話，劉小麗今年10月12號未喺立法會作有效宣誓，將會代表律政司司長入稟，要求法院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3條同其他相關嘅條例作裁決。律政司亦都會代表律政司司長同行政長官就立法會主席喺10月18號俾劉小麗重新宣誓嘅決定申請司法覆核許可。遵守法律。今次案件嘅答辯人除咗劉小麗同立法會主席，亦都包括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律政司表示會等候梁頌恆同游蕙禎宣誓上訴案有裁決，得到上訴庭指示之後，喺本週末或者下週初先至正式就劉小麗嘅宣誓入稟。而梁頌恆同游蕙禎嘅上訴案將會喺星期3上晝9點半有裁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早前已經表明，預計雙方都會有機會上訴至終審法院，已經預留時間喺頒下判詞嘅第2日開庭處理。NowTV 記者吳淑珊報導。民主派議員批評政府計劃入稟司法覆核劉小麗宣誓，質疑係推翻立法會選舉結果，令到民主派喺立法會失去關鍵否決權。係唔係因為民主派喺嗰個結果裏邊係獲得多數嘅選民嘅支持？以至到呢，尤其是以中共喺香港嘅代表加埋梁振英，就覺得咧係受到沉重嘅打擊，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翻盤啊，就全面咧就唔理你乜嘢啦嚇。總言之咧就係逐個咧係推翻呢個結果。咁假如劉小麗係再被 DQ 嘅話咧，其實已經去到16-16，一個相當之難去保證到民主派有否決權嘅一個位置。咁好明顯成件事咧就係為咗其實喺短期內，建制派係希望製造一個空窗期，能夠俾佢係任意篡改議事規則，或者佢會覺得重要嘅議案能夠通過嘅一個手段。正喺北京訪問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係咪參選並非個人問題，仲有考慮香港嘅整體利益。嗱，佢又話咧，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係冇傾到特首選舉，重申即係恆常拜訪。由駐北京記者胡廷偉報導。喺北京訪問嘅曾俊華星期一拜會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出嚟迎接。曾俊華表示，會面上冇提及參選行政長官嘅問題。今次係一個恆常嘅例行嘅1年1度嘅訪問，咁主要咧都係講一講即係我哋過去1年同啲有關嘅部委，大家嗰個工作上邊嗰個進展係點樣樣，亦都展望一下下一年我哋嗰啲合作重點，亦都就住一啲重要嘅議題咧作出交流。咁有定冇討論到參選特首問題？我已經講咗俾你聽，我哋討論咗啲咩嘢。咁即係如果係冇討論到，係咪因為之前你已經收到封信話唔鼓勵你參選？呢啲猜測嘅嘢我唔會評論。再被追問幾時會宣佈參選，曾俊華就否認喺度猶豫，而係要通盤考慮。我都知道大家好關心呢方面呢個問題嘅，但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個人嘅問題嚟嘅。呢個我哋亦都要考慮全香港嗰個整體嗰個利益。咁呢個係考慮嘅關鍵嚟嘅。你可唔可以講得白啲？點解你宣唔宣佈參選係會即係覺得唔係個人問題，又話要考慮即係全香港嘅？我真係唔知點樣再講白啲啊！越講越黑㗎。對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喺一個論壇表明不滿，香港過去10年嘅經濟增長步伐落後新加坡，曾俊華就唔認為林鄭月娥係針對佢嘅表現。我諗唔會嘅，即係林鄭司長同我哋相識咗好多年，佢係一個直率好認真好努力嘅同事嚟嘅，咁佢哋從來都冇同我講過呢啲嘢嘅。曾俊華亦都表示，王光亞亦都肯定特區財金系統嘅工作。曾俊華連日嚟拜訪多個部委同埋財金機關，被問到會唔會見領導人，佢就話冇咁嘅安排。NowTV 駐北京記者胡廷偉報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顯示，行政長官梁振英嘅民望上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上星期訪問咗大約1000名市民。梁振英最新評分係40.7分，比上次調查升咗4.4分，不過仍然都係低過45分嘅警戒線。支持率呢就係23%，比上一次升咗2個百分點。
反對率大幅下降10個百分點，反對率就係61%，支持率正值咧係負37%，大幅回升13個百分點。至於特區政府滿意度咧上升8個百分點，去到29%，不滿率咧就減少6個百分點，去到40%，滿意率正值咧就係負16%，比上一次增加咗14個百分點，回復至到去年7月嘅水平。休息翻嚟仲會報導。民航處話，新空管系統下晝一度有26秒未能夠顯示航班資訊。為安全起見，暫停處理離境航班15分鐘。翻嚟新聞時間，民航處證實新空管系統喺下晝1點左右有26秒未能夠顯示航班嘅部分資料，期間離境航班要暫停15分鐘嘅。民航處承認情況唔理想，會成立專家小組調查新系統一連串嘅問題。黃耀陽報導。新空管系統再度出現故障，民航處證實喺星期二下晝大概1點，新系統有26秒未能夠顯示航班嘅飛行速度同埋呼號代碼。根據初步調查，故障係源於航班嘅數據處理器將資料自動存檔嘅時候出咗問題，系統自動轉用後備嘅數據處理器。之後工程人員將處理器復修好並且重啟，但係兩組處理器嘅數據未能夠及時配對。為安全起見，空管人員暫停處理離境航班15分鐘，有9班機因此延誤。民航處強調安全冇受影響，亦都無需重啟已經進入備用狀態嘅舊空管系統。我哋認為咧，航班數據處理器係唔應該因為將資料存檔而出現今日嘅情況嘅。表現咧並不符合我哋嘅理想，所以我哋已經即時聯絡咗承辦商嘅高層咧，要求佢嚟香港親自跟進事件。同時咧，我哋責成咗承辦商咧，喺48小時之內咧，就事件提交報告。民航處同時宣布會成立專家小組跟進新系統嘅一系列問題。成員咧包括本地學者啦、電子工程師啦、空管人員代表，就新系統磨合期出現嘅各種情況咧，向民航處提供意見。民航處重申，新系統啟用初期需時磨合，系統有多重保障，空管人員亦都有專業訓練處理突發情況。Now TV 記者黃耀陽報導。本身係民航機師嘅立法會議員譚就話，同香港使用同款新空管系統嘅印度機場，上個月曾經癱瘓幾個鐘頭，擔心日後機場航班增加會令到系統出現更嚴重嘅問題。10月4號喺印度用緊雷神 AT3 同一套系統嘅情況之下，亦係發生咗同一個問題，就係顯示唔到飛機嘅資料，導致到大癱瘓咗2至3個鐘。所以我之前一直都講，民航處究竟點樣嚟一個咁大嘅信心，我哋係可以用一套新系統之後，係可以咁快而決定係可以刪咗舊嘅空管系統。民主黨星期日舉行換屆選舉，據了解只有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報名角逐主席。民主黨主席選舉只有胡志偉一人報名。如果只係得一個候選人，只要佢攞到過半數嘅信任票就可以當選主席。胡志偉早前同現任嘅副主席羅健熙以及沙田區議員李永成組成內閣，而羅健熙同埋李永成將會同中委林子健競逐2個副主席嘅職位。而現任主席劉慧卿冇報名參選任何領導層嘅崗位，多名嘅新人就報名參選中委，包括黨嘅社區主任莊榮輝同埋現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民主黨領導層每2年換屆一次，選舉將會喺今個星期日舉行。轉頭翻嚟睇啲國際消息。翻嚟新聞時間。一架客機喺哥倫比亞麥德林山區墜毀，警方表示機上76人死亡，5人生還。生還者咧包括巴西球隊查比高恩斯嘅球員，佢哋原定星期3去到當地踢南美球會杯決賽。周海敬報導。傳媒抵達現場之後，拍攝到墜毀嘅客機差唔多變成一堆廢鐵。
山區不斷落雨，救援直升機無法前往，搜救人員只可以循陸路前往墜機地點搜救。部分救援人員要點火把照明。民航部門官員表示，唔能夠否認遇難人數會好高。當地傳媒報道，其中3名生還者係巴西甲組球隊查比高恩斯嘅球員。傷者陸續送到麥德林附近拉塞哈嘅醫院。墜機發生喺當地時間星期一晚，再有81人嘅客機由巴西出發，喺玻利維亞短暫停留之後，原定前往哥倫比亞第2大城市麥德林，但係喺降落前，機師報稱飛機電力系統失靈，並喺墜毀。72名乘客，包括巴西甲組球隊查比高恩斯嘅職球員，以及多名隨團採訪嘅記者。球隊星期一喺社交網站發布喺機場準備出發嘅片段。佢哋原本係要前往麥德林，準備當地時間星期3作客國民體育會踢南美球會杯決賽首回合。查比高恩斯喺1973年成立，前年先至首次升上巴西甲組聯賽，現時喺聯賽排第9。查比高恩斯喺今屆南美球會杯過關斬將，4強淘汰咗阿根廷嘅聖羅倫素。受到事件影響，南美洲足協宣布暫停賽事。Now TV 記者周許敬報導。南韓總統朴槿惠第3度為親信干政醜聞道歉，佢表明交由國會決定個人嘅去留，亦都願意提早結束總統任期。在野黨就批評朴槿惠真係耍手段，拖延國會表決彈劾總統嘅議案。廖美儀報導。朴槿惠大約5分鐘嘅全國講話，話從政18年嚟一直為國家盡心盡力，從來冇謀求過個人利益，但承認對身邊嘅人監察不力，釀成錯誤，令民眾失望同憤怒。佢道歉100次都唔夠。佢第一次表示將去留問題，包括縮短總統任期，交由國會決定。저는 이제 모든 것을 내려놓았습니다. 하루속히 대한민국이 혼란에서 벗어나 본래의 궤도로 돌아가기를 바라는 마음뿐입니다. 다시 한번 국민 여러분께 진심으로 죄송하다는 말씀을 드리며 대한민국의 희망찬 미래를 위해 정치권에서도 지혜를 모아주실 것을 호소드립니다. 朴槿惠話：只要朝野黨派協商出一個將施政混亂同行政空白降到最低嘅政權過渡方案，佢願意依照安排同法律程序辭職。朴槿惠嘅總統任期喺2018年2月屆滿。南韓傳媒解讀為朴槿惠請求國會推薦總理人選、組建超然內閣同敲定下屆總統大選嘅日程。在野黨對此唔賣帳，共同民主黨話朴槿惠只係想借此避過國會嘅彈劾，又批評朴槿惠冇反思，只係將責任推卸俾國會。重申朴槿惠必須要無條件辭職。執政新國家黨就認為朴槿惠嘅講話已經表明願意放下一切，認為在野黨應該重新考慮彈劾一事。3大在野黨星期3開會討論表決彈劾朴槿惠嘅議案，由今個星期5押後到下個星期，爭取更多時間游說新國家黨議員嘅支持。至於獨立檢察組嘅調查，在野黨已經敲定向總統推薦2名檢察官嘅人選。朴槿惠發言人話會喺星期5限期前任命其中一個人對佢展開調查。Now TV 記者廖美儀報導。古巴首都哈瓦那1連2日為已故領袖卡斯特羅舉行悼念活動。大批嘅民眾排隊送別呢一位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嘅國葬喺星期日舉行，多名西方國家嘅領袖已經表明唔會出席。施嘉誠報導。卡斯特羅嘅弟弟現任領導人勞爾，聯同政府官員去到革命廣場嘅紀念館，向卡斯特羅嘅畫像同骨灰獻上鮮花，又簽署誓言繼續捍衛革命。大批民眾亦都排隊弔唁，悼念活動會持續2日。卡斯特羅嘅骨灰將會喺星期3沿1959年革命勝利路線相反方向運往聖地亞哥，星期日舉行國葬。古巴嘅長期盟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抵達哈瓦那，準備出席卡斯特羅嘅葬禮。國家副主席李元朝亦都到咗古巴，當地高層官員到場接機。同古巴關係密切嘅俄羅斯總統普京就話要準備重要嘅演辭，唔會出席星期日嘅葬禮，會派遣代表團。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日前喺悼念聲明當中讚揚卡斯特羅係非凡領袖，惹嚟批評。佢亦都決定唔出席葬禮，將會由總督代表。英國首相文翠珊、法國總統奧朗德亦都表示唔會親自出席。至於啱啱同古巴關係緩和嘅美國，白宮表示總統奧巴馬唔會出席卡斯特羅嘅葬禮，但仍然未決定會唔會派代表團。多名國會議員警告奧巴馬、副總統拜登、國務卿克里等都唔好去古巴。Now TV 記者施嘉誠報道。泰王普密蓬駕崩1個半月，泰國國會正式確認由王儲哇集拉隆功繼承皇位。路透社引述消息報導，哇集拉隆功目前身在德國，會喺星期3飛返泰國。按程序，國會要正式請隆功繼位，並且獲得佢接納。預料佢未來1-2日之內會同國會主席蓬佩會面，定出登基時間。總理巴育喺朝早召開內閣會議，內閣其後向國會提出由哇集拉隆功繼任國王，獲國會正式確認。64歲嘅哇集拉隆功係已故泰王普密蓬嘅唯一兒子，一旦繼位，佢將會成為國王拉馬